台灣史，認識台灣歷史篇，目錄。第一章導論3，第二章史前時代4，第一節文化演進4，第二節原住民社會5，第三章國際競爭時期7，第一節漢人與日本人的活動7，第二節荷蘭。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統治8，第四章鄭氏治台時期12，第一節政治與文教12，第二節與貿易14，第5章清領時代前期16，第一節政治演變16，第二節經濟活動18，第三節社會與文教發展19，第六章清領時代後期22，第一節開港與國際貿易22，第二節日軍侵台與清然治台政策的改變23，第三節建省後的積極建設25，第七章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政治與經濟28，第一節台灣民主國與武裝抗日28，第二節政治與社會控制29，第三節殖民經濟的發展32，第八章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教育、學術與社會35，第一節教育與學術發展35，第二節社會變遷36，第三節社會運動38，第九章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變遷41。第一節初期的政治41，第二節中央政府遷台後的政治發展42。第三節外交與兩岸關係45，第十章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文教與社會48，第一節經濟發展48，第二節教育與文化51，第三節社會變遷53，第11章未來展望56。導論。台灣歷史的分歧。年代時期歷史特色。5萬年前。16世紀史前時代，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金屬器時代原住民族出現在台灣。
16世紀國際競爭時期，台灣成為漢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的競爭地。1661。1683鄭氏治台時期，鄭成功擊敗荷蘭人，建立台灣第一個漢人政權。1683。1895清領時代初期，16世紀負18世紀，蕭極治台。後期19世紀中葉，積極治台。1895。1945日本殖民統治時代1895年清朝割讓台灣予日本，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1年。1945至今中華民國在台灣1945年日本投降，台灣歸還中國。台灣歷史的特色，多元文化的社會大於多元性，與四鄰關係密切大於國際性，國際貿易的興盛大於商業性，冒險奮鬥的精神大於冒險性。Top 史前時代，文化演進。舊石器時代，台灣島的出現。1萬年8000年前，台灣與中國大陸逐漸分離。1萬年前，台灣島形成。長濱文化。3時間，5萬年前至5000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4地點，台東縣長濱鄉。5文化特色。1打獵工具，打製石器、骨器。2生活方式，採集、狩獵和漁撈生活。3居住地區，洞穴、岩巖。6其他相同文化為指，台灣西部地區。7關聯性，台灣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與華南地區文化關係密切。新石器時代。時間，7000年前。
代表性文化：一大笨坑文化，二圓山文化，三避南文化。關聯性：中國大陸沿海、東南亞的新石器文化與台灣關係密切。金屬器時代，時間2000年前。代表性文化：一北部13行文化，二南部松文化，三東部正埔文化。文化特色：四已知使用銅器、鐵器，五已知煉鐵，13行文化。東部和中央山區仍停留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原住民社會。平埔族，名稱由來，漢人移民將居住在平原地帶的原住民稱為平埔蕃或屬蕃。居住地區：台灣西部、東北部平原。社會組織大於母系社會。一家產由女子繼承，行序分制。二男子分為若干等級，老年男子才可以參與部落公共事務。高山族，名稱由來，漢人移民將居住在山區的原住民稱為高山蕃或生蕃，後改叫高山族。分布地區：台灣山區、東部、蘭。各族名稱：一泰雅族，二賽夏族，三布農族，四周族，五魯凱族，六排灣族，七避南族，八亞美族，九雅美族。社會組織：十母系社會，家產由女子繼承；十一父系社會，家產由男子繼承；十二貴族社會，土地為貴族所有。總結：語系，台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文化發展停滯：一兩千年前進入金屬器時代。二漢人移民台灣時，原住民族沒有文字，也沒有國家組織出現。
Top 國際競爭時期，漢人與日本人的活動。漢人，台灣稱呼的演變。一元代，球，二明代，小琉球，東番，大員，台灣。早期漢人在澎湖的活動。三唐朝，9世紀，漢人在澎湖活動。四宋朝，12世紀，漢人移居澎湖。五元朝，14世紀，政府在澎湖設巡檢司。明代漢人在台灣海峽的活動。六明朝初期，15世紀。一、政策，明太祖實施海禁政策，不准人民到海上活動。二、原因，防備倭寇，日本海盜，漢人海盜。三、結果，將澎湖居民遷回福建。別福建多山，居民需要到海上謀生，澎湖並未沒落。七明朝中期，16世紀。一、澎湖的日趨重要。漢人的移居地和活動地。B 台灣本島與中國大陸的中介站。是漢人捕魚、貿易、走私和海盜活動場所。二、派軍防守。原因，日本豐臣秀吉統一日本，積極向海外擴張。B 結果，明朝派軍進駐澎湖，防止日本的入侵。B 走私貿易由澎湖和金門轉移到台灣本島。八明朝末期，17世紀。一、海盜巢穴，海盜領袖顏思齊將大本營由日本九州移到台灣。二、鄭芝龍的海上王國。顏思齊死後，鄭芝龍領導其部眾。鄭芝龍率眾向明朝投降，將部眾移至福建。日本人。早期日本人在台灣的活動。一時間，14世紀後半葉。二人物，商人，海盜。三日本人對台灣的稱呼，高沙，高山國。明代日本人在台灣的活動。四明初
14世紀。一、原因，明代實施海禁政策。二、結果，日本倭寇和商人鑽進到澎湖、台灣活動者日多。五、明末15世紀。一、原因，明朝派兵進駐澎湖，進擊台海一帶的倭寇。二、結果，日本商人和倭寇轉到台灣本島活動。B 活動地區，基隆、大園、台南、打狗、高雄。是日本政府曾派兵到台灣活動大於日本早有侵略台灣野心。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統治。福爾摩沙島的由來。時間：16世紀初葉。稱呼由來：葡萄牙人將台灣稱為福爾摩沙島，原意美麗的海島。荷蘭人的殖民統治。歐洲人的東來。一、背景：15世紀末，歐洲人發現到印度的新航路。二、歐洲人在東方的貿易站。一、時間：16世紀後半葉。二、貿易據點：A 葡萄牙人，澳門。B 西班牙人，菲律賓的馬尼拉。三、貿易對象：中國大陸。荷蘭人的東來。三、初佔澎湖。一、時間：1604年。二、參佔者：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三、結果，明朝將領沈有容逼退荷蘭人。四、再佔澎湖。一、時間：1622年。二、結果，明朝調派大軍，準備征討。B 1624年荷蘭人撤離澎湖，轉往大園、台灣。522。一、
台灣本島首次被歐洲人佔領。2. 17世紀初，台灣的國際地位變得更為重要。荷蘭人的統治手段。6. 對原住民的控制。1. 建城，在大園竹葉蘭遮城，台南安平，在赤坎建新市街。2. 武力征服許多原住民部落。3. 行政控制，透過各社選出的長老，統治原住民，行使司法權。4. 傳播基督教。A. 任命傳教士為統治原住民的行政官。B. 設立教堂和學校，由傳教士擔任老師。C. 用羅馬字拼注原住民語言文字。D. 教授原住民學生基督教禮儀與教義。7. 對漢人的壓迫。1. 招募漢人開墾土地。A. 原因，提高農業生產力。B. 壓迫漢人。A. 不給漢人土地所有權。B. 任意遷徙漢人離開耕作地。C. 嚴禁漢人與原住民私上交易。D. 對漢人開徵各種苛捐雜誌。E. 強迫娶原住民為妻的漢人改信基督教。F. 嚴禁漢人私藏武器和自由集會。2. 漢人的反抗。A. 時間1652年。B. 領導人郭懷一。C. 結果漢人的反抗失敗，被殺的漢人達數千人。經濟活動。8. 荷蘭人佔領台灣目的，將台灣作為國際貿易的轉運站。9. 貿易對象，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10. 輸出貨品。1. 主要貨品，稻米和蔗糖。2. 其他貨品，絲織品、瓷器、漢藥材、錄製品。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統治範圍。1. 時間1626年。2. 佔領地區，滬尾、淡水、甲仔蘭、宜蘭。3. 建城，西班牙人在滬尾建聖多明哥城，
今淡水紅毛城附近。四設立天主教傳教區。一、地點：台北地區。二、傳教對象：原住民、漢人、日本人。三、結果，信天主教的台灣居民達4000人。統治經過。五、佔領目的。一、經濟因素，將基隆和滬尾發展為國際貿易中心。二、宗教因素，以台灣北部作為赴日傳教的跳板。六、結果，沒有達成，西班牙慢慢減少駐軍。七、結束統治。一、時間1642年。二、原因，荷蘭人想佔領全台，派兵將北台灣的西班牙人逐出台灣。台灣其他地區。一、河西勢力之內，台灣中部一帶出現統治接近20個部落的共主大於但服從荷蘭人的統治。二、河西勢力之外，原住民維持原有生活方式，不受荷蘭人和西班牙人的影響。Top 鄭氏治台時期。政治與文教。台灣鄭氏政權的建立。背景：一、南明的抗清。1644年，清兵佔領北京，南方明朝維神繼續抗清。二、延平郡王鄭成功的起義。一、時間1646年。二、反清基地：金門、廈門。三、結果，遭受重大挫折，鄭成功進取台灣。三、原因，台灣土地肥沃，有發展潛力，戰略地位重要。四、經過。一、時間1661年。二、戰役，進攻荷蘭人統治的台灣地區。五、結果，
1662年荷蘭人投降，鄭氏統治台灣。622，鄭成功建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鄭經的繼承。7繼承皇位。1662年，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繼承皇位。8名臣輔助，鄭經在陳永華的輔助下推動改革。9出兵大陸。1原因：清朝發生三藩之亂時，鄭經出兵大陸。2結果 ：A 初期佔領閩粵部分地區 ，B 後期兵敗退回台灣。十不理政事，鄭經兵敗大陸後，將政事交由兒子鄭克莊處理。政治制度。鄭成功時期，一設一府二縣。一府設承天府於赤坎，台南，是當時的行政中心。二縣 A 天興縣，管轄承天府以北地區。B 萬年縣，管轄承天府以南地區。二用漢名，漢仔。1漢名 A 稱台灣為東都。B 葉蘭遮城改名為安平鎮。2漢制，在澎湖設安撫司。鄭經時期。3中央。1東都改名為東寧。2增設職官，健全組織。4地方，天興縣、萬年縣改為州，各設知州掌理州務。5原住民事務，設南路和北路安撫司，處理原住民相關事務。文化與教育。興建孔廟。一原因，鄭經受陳永華的建議，在台南興建台灣第一座孔廟。二目的，積極推展文教工作，設立學校。3中央，學院大於成績優秀可到政府機關任職。4地方，學校大於成績優秀升入中央的學院。優缺點。5優點，奠定漢人文化在台灣發展的基礎。6缺點，原住民文化的發展面臨重大的阻礙。
與貿易。原因，供應鄭氏政權軍民的需要。地區：一、核心地帶，承天府和安平鎮附近地區；二、零星地區，北至淡水、基隆，南至恒春有零星的。政策：軍團、民、官。軍團：三兵農合一，中央派軍至各地駐紮，就地開墾土地從事農耕，農夏時施行軍事訓練。四、影響：今天台南縣左鎮、高雄市左營，都因當年軍團所在而得名。結果：五、缺糧問題，軍團無法解決台灣缺糧問題。六、解決方法，仰賴中國大陸移民開墾土地，提高台灣的農業生產量。七、原住民，鄭氏控制外的原住民族，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貿易與中國大陸的貿易。一、鄭成功時期，清朝封鎖台灣，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走私貿易中斷。二、鄭經時期，恢復走私貿易。一、時間：1666年。二、建議者：陳永華。三、執行者：江盛。四、走私地點：廈門。五、結果 A 改善台灣物資不足現象。B 廈門成為台灣與中國大陸間走私貿易的橋樑。與英國人的貿易。六、簽訂商約，鄭氏政權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簽訂通商條約。七、內容項目 A 設館，英國商人在台灣設商館通商。B 貿易項目 A 輸出蔗糖、鹿皮等台灣特產。B 輸入軍火與布料，與日本及南洋的貿易。三、日本。一、台灣對日本輸出貨品：蔗糖、鹿皮、稻米，中國大陸的絲織品。二、
日本對台灣輸入物質、軍用物資。4南洋，範圍很廣，以到呂宋、菲律賓的商船最多。Top 清領時代前期，政治演變。鄭氏的降清，鄭氏政權的不穩。一內亂，1681年，鄭經去世，台灣發生內亂，鄭克莊被殺。二政局不穩，鄭克爽繼位後，大權旁落，台灣政局不穩。鄭氏政權的結束。三時間，1683年。4攻台統帥，施琅。5戰役，澎湖海戰。6結果，鄭軍大敗，鄭克爽投降。清朝消極治台政策，台灣去留爭議。一棄台派。一成員：康熙皇帝、清賢大臣。二原因：A 台灣為未開發的彈丸小島。B 保留台灣會增加國家負擔大於將台灣漢人遷回中國大陸。二保台派。一成員：施琅。二原因：台灣戰略地位重要。三結果：康熙皇帝決定保留台灣。消極治台。4渡台限制政策。一原因：防止台灣成為反清的基地。二內容：限制漢人渡海來台大於政府核准才能來台開墾。三結果：偷渡到台灣者依然眾多。5原住民政策。一放任政策，原住民反抗時，才以武力鎮壓。二封山政策。A 內容：A 劃分漢人和原住民區。B 不許漢人進入原住民區。C 不許漢人與原住民通婚。B 設官。A 時間：18世紀。B 官名：南北路理番同知。C 職責：處理漢人與原住民事務。C 結果： A 成效：執行不徹底。B 原住民處境：土地被漢人侵佔，生計困難，流離失所。
地方行政區的設置。康熙年間設一府三縣，一府台灣府、知府，大於福建省管轄；二縣台灣縣、鳳山縣、諸羅縣、知縣。雍正年間增設行政區，三原因：一、移民的增多；二、朱一貴事件；四、增設行政區。一、彰化縣、虎尾溪和大甲溪之間；二、淡水廳、大甲溪以北；三、澎湖廳、澎湖改設為廳。東部行政區的設置，五原因：一、漢人移民日眾；二、海盜騷擾。六時間：1811年，嘉慶。七結果：切割馬蘭廳、宜蘭，致通判。經濟活動。土地。清代台灣土地分類：一、番地，原住民活動區；二、民有地，漢人擁有的土地；三、無主地。開墾方式：四、番地。一、承租，漢人向原住民繳納地租大於番租。二、強奪，初期漢人巧取強奪原住民土地，後期武裝暴力強佔。五、無主地。一、申請，向政府申請開墾許可執照，開墾完成，需定期繳稅。二、自行佔領。六、資金來源，漢人開墾土地多採合資開墾方式。水利措施。水利工程的必要性，水稻種植需大量的水源。水源：一、水潭，水波大於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二、水圳的興築。一、著名的大水犬：A. 鳳山、曹公犬；B. 彰化、八寶犬；C. 台中、貓務速犬；D. 台北、劉公犬。二、
經濟效益 A 灌溉區內稻米可以熟 B 單位面積生產量提高。商業活動國際貿易範圍中國大陸沿海、日本、南洋。進出口貨物一進口紡織品、藥材、日用品。二出口稻米、蔗糖、鹿皮、鹿草、膠。商的出現大於商業行會組織。三時間18世紀前半葉。四組成一貿易地區相同的商人 A 台南的北郊、天津、煙台和上海地區商人 B 台南的南郊、廈門、漳州、泉州地區商人。二同一類貨品貿易的商人大於糖郊、布郊。五盛行地區台南、綠黨、艋舺、萬華。社會與文教發展社會組織同鄉群居漢人來台，同鄉群居一處，沿用大陸原鄉民為地名。祭祀組織一廟宇，移民社會的信仰和活動中心。二家鄉守護神一漳州移民開長聖王。二泉州移民寶生大帝。三客家移民三山國王。三共同守護神媽祖、關帝、福德正神、土地公。宗族組織四組成血緣關係。五類別一唐山組。二開台組。民變與分類械鬥。民變一原因一吏治不良。二軍紀不佳。三政府公權力不彰。四社會福利與救濟措施不足。五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六秘密結盟盛行。七
族群複雜。8. 羅漢腳，很多。二清代三大民變。1. 朱一貴事件。2. 林爽文事件。3. 大潮春事件。分類械鬥大於打群架。3原因：二民以組織、姓氏、職業為分別進行持械打鬥。4主要的分類械鬥、組織械鬥。1. 閩、粵械鬥。2. 漳、泉械鬥。文教發展。儒學。1哲學。1. 府儒學，台灣府。2. 縣儒學，台灣，鳳山，諸羅。2宗旨。1. 培育國家公務員。2. 掌管民廟。3. 指導與監督生源、秀才、書院、公立、私立、公私立合辦。醫學，早期為公立，後私立佔多。社學，供原住民子弟就讀，屬公立學校。文學，民間之書坊，屬私立學校。清領時代前期，台灣文教發展迅速大於進士，舉人人數增多。Top。清領時代後期，開港與國際貿易。台灣通商港口的開放。台灣開港的原因。1原因。1. 戰略地位，台灣居交通要衝。2. 經濟利益，蔗糖、稻米、鴉片等貿易利益，產煤和樟腦。3. 航路安全，台灣海峽常發生船難。2近因，英法聯軍之役，清朝戰敗，台灣被迫開港。3開放港口，安平、打狗、滬尾、基隆。4外商洋行，義和、德記、寶順。台灣國際貿易的興盛。進口商品。1鴉片。1
甲午戰爭前，鴉片佔進口總值一半以上。2. 產地：中國大陸、印度、土耳其。2. 紡織品，來自英國。出口商品： 3. 茶。1. 佔出口總值一半以上。 2. 茗茶、烏龍茶、包種茶。 3. 產地：台灣北部丘陵地區。 4. 出口地區：美國、南洋。 4. 蔗糖。 1. 佔出口總值 36%。 2. 產地：台灣南部。 3. 出口港：安平、打狗，逐漸增多。 4. 出口地區：中國大陸、日本、澳洲。 5. 樟腦。 1. 佔出口總值 4%。 2. 產地：台灣中北部。 3. 出口港：滬尾。總結：陸貿易成長率增加。 1. 台灣貿易成長率 8%。 2. 中國大陸貿易成長率 3%。 7. 出超：1878年後，台灣貿易一直是出超。日軍侵台與清然治台政策的改變。日軍出兵台灣，牡丹社事件。原因：1871年，琉球漁民在台灣南部牡丹社被原住民殺害。出兵：1874年，日本以情辦兇手為由，派兵侵台。外交談判。日本方面。 1. 軍事：日軍水土不服，遭原住民堅強抵抗。 2. 政治：政府內部意見不一致，得不到國際支持。 2. 清然方面。 1. 軍事：國力薄弱。 2. 政治：不願和日本開戰。簽約：中日北京宣約。3. 地點：北京。
四內容。一、日本撤兵台灣。二、日本獲得中國賠款。三、清然間接承認琉球群島是日本屬地。清朝積極治台政策。原因：建設台灣以鞏固海防安全。治台大員。一、審補。一、增強海防，在安平，其後，東港修炮台。二、加強治安。A 建議福建巡撫東下駐台大於未徹底執行。B 增設郡縣，行政區由一府增為二府，台北府、台灣府。三、後山、東部的開發。A 廢禁令。A 廢限制漢人到台令。B 廢禁漢人入原住民活動區令。C 廢禁漢人與原住民通婚令。B 開山、開竹北、中、南三條通往後山的道路，派軍入山區。C 撫番。A 規劃原住民的生產與人民教育。B 鼓勵漢人入山開墾。C 廢除南、北路里番同支，改設中路、南路撫民里番同支大於部旅社、備南社。D 推動化番為民政策。二、丁日昌。一、來台。1876年，丁日昌以福建巡撫的身份駐台半年。二、施政，遍及教育、政治、財經、交通、國防等方面。建省後的積極建設。台灣建省經過。早期建省建議。一、時間：1870年代。二、提議者：清朝中央大員。三、結果：政府不採納台灣的建省。四、原因。一、中法戰爭。1884年中法戰爭波及台灣，法軍侵台，佔領澎湖。二、
加強海防。清朝了解台灣地位重要，派劉銘傳督辦台灣軍務。五建省。一、時間1885年，清光緒11年。二、首任巡撫劉銘傳。台灣建省後的建設。政治。一、設省會於台中大於但沒成功。二、調整行政區大於三府一直州。一、三府。A 台灣府大於台灣中部。B 台南府大於原台灣府改稱。C 台北府大於台灣北部。二、直州，設台東直州。三、征討和綏撫原住民。一、方針，恩威並用，剿撫兼施。二、方式。A 未降服者，軍事討伐。B 降服者，設府局和藩學堂，施以教育財經。四、方式，清理土地田賦。五、結果。一、土地所有權單純，田賦負擔公平。二、政府收入增加。交通。六、購買輪船，行駛台灣、中國大陸、東南亞各港口之間。七、架設電報線。一、基隆至安平。二、安平至澎湖。三、滬尾至福州。八、郵政，郵政總局設於台北，各地設站。九、鐵路，以台北為中心，向南北興築。一、1891年台北至基隆鐵路通車。二、1893年台北至新竹鐵路通出。國防。10、購置軍艦。11、增設炮台。12、設機器局生產武器。13、建軍械所儲存武器。教育，建有西學堂、電報學堂等新式學校。劉銘傳之後的台灣。
邵友廉接任巡撫。1891年，劉銘傳離職，邵友廉接任。建設停辦。一原因，邵友廉以財政困難為由，停辦各項建設。二移省會於台北，邵友廉將台灣省會移設台北。總結，劉銘傳的積極建設，將台灣建設為當時中國最現代化的行省。Top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政治與經濟。台灣民主國與武裝抗日。漢人的抗日。台灣民主國的抗日。一台灣的割讓。一時間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二原因，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給日本。三結果，台灣官民反對，爭取列強聲援大於失敗。二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一總統，唐景崧。二軍事統帥，丘逢甲。三目的，抗拒日本的接收。三台灣民主國的瓦解。一日軍佔領台北，唐景崧、丘逢甲逃往中國大陸。二日軍南下，A 擊敗各地義軍，辛楚軍、黑旗軍不敵日軍，節節敗退。B 佔領台南城，黑旗軍統帥劉永福棄守台南，逃往大陸，日本佔領台南。各地義民的抗日。四前期的抗日。一時間1895年至1902年。二戰術，採取游擊戰術，嚴重打擊日軍。三日本策略。A 初期，報復性鎮壓大於使更多民眾抗日。B 實施三段警備制，危險區軍隊駐守，不穩區憲兵駐守，平靜區警察駐守。C 政府兼司。A 時間1898年。B 總督二玉源太郎。C 措施。
武力鎮壓，擴充武力，利用壯丁團，鎮壓抗日。安撫招降，制定辦法，有降抗日分子。結果，抗日勢力瓦解，死者多達1萬餘人。5後期的抗日。1. 時間：1907年至1915年。2. 性質：具備民族革命性質，密謀一舉消滅在台日本人。3. 結果：都告失敗。苗栗事件：1913年，羅福星等20人被處死。別西來庵事件：1915年，余清芳等100餘人被處死。4. 失敗原因：日本總督府對台灣社會控制十分嚴密。原住民的抗日，霧社事件。時間：1930年。地點：霧社。原因：原住民不滿日本官吏的橫暴和壓制。領導人：莫那魯道。經過：殺害參加運動會的日本人，奪取武器彈藥，退入山中。結果：一總督府以武力鎮壓，霧社原住民死傷慘重。1931年日本警察唆使親日原住民攻擊霧社，多人被殺。政治與社會控制。政治控制。台灣總督府。一時間：1895年。二職責：台灣的軍事、行政首長。三權力。一、依據法律第63號63法。2. 內容 A. 立法，委任立法制，授權台灣總督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B. 行政，人事任免權。C. 司法，法院管轄權。D. 軍事，台灣陸海軍統轄權。警察政治。4原因。1. 鎮壓武裝抗日勢力。2. 維持治安。5. 分佈，
遍佈全台的警網和充分的警力。六職權。一、執法大於執行法律和維護公共秩序。A 監視公共集會。B 審理小刑案。C 取締吸食鴉片。D 管理當鋪。二、行政大於協助地方政府處理行政。A 協助宣傳政令。B 收稅。C 管理戶籍。D 普查戶口。三、管理原住民部落。七、警察政治。台灣地方行政以警察為中心大於警察強有力地控制台灣社會大於典型的警察政治。社會控制。保甲制度。清代的保甲制度。一、協助政府防範盜匪。二、維護地方安寧。日本的保甲制度。三、全面成立保甲制度，實行連保連坐責任制。四、目的，警察的輔助工具。五、規定。一、甲場10戶為一甲。二、保場10甲為一保。六、任務。一、調查戶口。二、監視出入者。三、預防傳染病。四、修橋鋪路。五、義務勞動。六、組成壯丁團。七、協助鎮壓抗日分子。八、防範天災。九、制定保甲規約。皇文化運動。由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為因應戰爭的需要，推動皇文化運動。作法：一、鼓勵常用日語；二、養成日式生活習慣；三、改從日成；四、供奉日本神祇。目的：使台灣人具有日本國民的愛國心和犧牲精神。徵兵制，招募台人從軍，實施徵兵制大於台籍日本兵多達20萬人。
殖民經濟的發展。初期經濟建設，改革土地制度。一方法。一、查明耕地面積。二、確定土地所有權。二、結果，田賦稅收大增，統一貨幣和度量衡制度。交通建設。三、郵政，設立郵政局，辦理郵政、電報、電話業務。四、公路，修築公路。五、鐵路，完成基隆至高雄的縱貫鐵路。六、港口。一、整建基隆港，高雄港大於萬噸巨輪可進出。二、興建馬公港。人口調查。七、第一次人口調查。一、時間1905年。二、結果，全台人口總數310萬人。八、固定調查。1915年起，每隔5年定期普查一次。農工業經濟。農業改革。一、政策目標，農業台灣，工業日本大於台灣是稻米和蔗糖的生產地。二、改革內容。一、設立農業研究機構。A、提供新品種、新化學肥料。B、教導新耕作技術。二、成立農會。A、推廣新品種和新農業技術。B、灌輸農民農業新知。C、辦理農業貸款。三、興修水利工程。A、結果，灌溉面積大增。B、例子，八田與一設計建造的嘉南大犬。三、改革結果。一、稻米。A、稻米產量激增。B、蓬萊米培植成功。二、糖業。A、製糖工業現代化。A、資金援助。B、指定原料採取區域。C、保護市場。B、日本資本家來台投資。A、產量，最多達150公噸。B、糖業王國，台灣成為世界糖業王國之一。
工業。4政策目標，依附農業，以農業加工業為主。5工業化的推動。1. 時間1930年代。2. 目的，侵略華南，南洋的南進政策。3. 發展工業，軍需工業，化學工業，金屬工業，機械工業。4. 結果， A 台灣成為日本南進的補給基地。B 台灣轉型為半農業半工業社會。Top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學術與社會。教育與學術發展。教育，初等教育。一目的，建立西式教育制度，作為貫徹殖民政策的工具。二原則，差別待遇，隔離政策。三管道。一、學校教育，公學校。2. 社會教育，日語講習所。4課程特色，普及日語。5成效。1. 學齡兒童入學率的增加。A 1940年，入學率達 60%。B 1943年，正式實施義務教育。C 1945年，入學率達 80%。2. 日語普及化。A 日治末期，懂日語的人口超過 75%。B 日語是台灣人吸收現代知識的主要工具。C 台灣成為雙語社會，大於日語並未成為台人的生活用語。中等教育。6職業教育。1. 中學教育特色，偏重職業教育。A 職業講習所大於修業半年至2年。B 職業補習學校大於修業2年。2. 目的，基層技術人才可以自給自足，不再仰賴日本供應。7普通教育。1. 設立，1919年後陸續設立普通中學。2.
重點項目 A 師範學校大於培養公學校教師 B 醫學校大於培養醫師。高等教育八大學1919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台大前身。9留學日本。1原因，台人在台升學不易，青年多往日本留學。2結果 A 人數1945年留日學生達20萬人，大專畢業生6萬人。B 學習課程，醫學最多，法學、商學、經濟學居次。學術研究目的，有效統治和開發台灣。學術研究發展一殖民初期，聘請學者、專家，調查台灣自然環境和社會。二殖民中期一設立機構，舊觀調查會、研究所。2研究重點 A 台灣傳統制度 B 台灣風俗習慣 C 台灣醫事衛生 D 台灣產業。1920年代後，高等教育完備，成為學術研究中心。結果，奠定台灣人民自然及應用科學研究的基礎。社會變遷，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原因：一防治熱帶傳染病；2加強公共衛生；3改善交通、產業、教育。結果大於高出生率、低死亡率。4 1896年260萬人；5 1943年660萬人。放竹斷髮，台灣3大陋習：一錢竹，2變髮，3吸食鴉片。漸禁政策大於鼓勵放竹斷髮。4宣導管道，學校教育、報章雜誌。5民間推動，1900年，黃玉階提早，台北天然竹會，各地響應。6官方推動一
利用保甲制度，限期推動放縮斷髮。2. 舉辦集體放縮斷髮大會，慶祝大會。7影響。1. 女子生產力增加。2. 產生衣服改裝風氣。3. 新服飾，鞋帽業勃興。4. 審美觀念改變。守時觀念，引進西方升旗制、標準時間制，宣傳守時的觀念。一紀念日，1921年，比照日本國內規定6月10日為時的紀念日。二宣傳，透過各種管道，宣傳時間的重要性，培養準時、守時、適時的精神。守法觀念，防範犯罪，警察、保甲制度，法治教育，透過學校、社會教育灌輸現代法治觀念和知識。結果： 1. 司法公平性，司法維持公平和正義，獲社會大眾的信賴。2. 守法的觀念，民眾養成安分守義、重秩序、守紀律的習慣。衛生觀念，推動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1. 建造自來水工程。2. 修築地下排水工程。3. 各戶備有垃圾箱，清理廢棄物。4. 定期實施社區環境的清潔活動。5. 實施防疫工作，預防注射、消毒、補樹、驗血、吸藥。結果： 6. 有效防治傳染病，鼠疫、瘧疾、霍亂、傷寒等傳染病受到控制。7. 改變台人的醫療衛生觀念和習慣。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興起。1. 時間1920年代起。2. 合法手段，集會、演講、請願、抗議。3. 目的，改革不合理的殖民統治。台灣議會請願運動。4. 發起人，林獻堂。5. 方式，連續15次的聯署請願。1921年至1934年。6. 目的，設立自治的台灣議會。7. 結果，日本政府未予採納。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8. 發起人，蔣渭水、
蔡培火、楊兆嘉。9方式，宣傳，請願。10目的，實施完全的地方自治，公民普選地方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長。11結果，日本政府讓步。1. 1935年改革地方政治制度，地方民意代表半數民選產生。2. 選舉權的獲得，台灣男性合乎資格，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2影響，自治、普選、參政權等民主政治觀念普及。文化運動時間1921年。機構台灣文化協會。領導人林獻堂。宣傳刊物台灣文報。目的1提高台灣文化，2起敵文字，3喚醒民族意識，4加強社會觀念。活動5廣設讀報社，6舉辦講習會，講授歷史文化、現代法律、醫藥衛生等。7開辦夏季學校，講授憲法、科學概念、衛生常識、哲學等。8舉行文化演講會。1. 全部新知。2. 批判殖民政治。3. 檢討社會不良習俗。9其他活動，巡迴演出文化劇，放映電影，舉辦音樂會。結果，失學民眾有機會接受新知。農工運動時間1920年代中期。農民團體抗爭。1手段，請願、談判、抗繳地租、訴訟。2抗爭目的。1.
糖廠的甘蔗採收價格過低。2. 降低地租。3. 反對地主提高地租及收回耕地。工人團體抗爭。3. 手段：聯合罷工、代工、談判。4. 抗爭目的。1. 提高工資。2. 反對僱主降低工資和任意解僱。3. 改善工作條件。結果，農工團體未能團結，抗爭成效不大。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變遷。初期的政治。台灣的接收。台灣的接收工作準備。一開羅宣言。1. 時間：1943年，民國32年。2. 參加者：中、美、英三國領袖。3. 決議：戰後日本歸還中國東北、台灣、澎湖。2. 台灣調查委員會。1. 時間：1944年，民國33年。2. 職責：展開接收台灣的工作。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3. 正式接收台灣。1. 時間：1945年，日本投降。2. 行政長官陳儀。3. 台灣光復1945年10月25日，民國34年，台灣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這一天為台灣光復節。4. 行政措施失當大於引發民怨。1. 權力過大，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權力過大，與日本總督府相同。2. 任用不公，大陸來台人員與台籍公務員有不同的待遇。3. 其他失政。A. 行政缺乏效率。B. 官員貪污腐化。C. 軍隊紀律敗壞。228事件。原因
一、政治方面，行政長官公署措施失當，台灣民眾深感失望。二、經濟方面，物價飛漲，百業蕭條，失業嚴重，民眾生計困難。三、社會方面，語言隔閡，治安惡化，民怨搭起。經過4道火線。一、時間1947年2月27日，民國36年。二、地點台北市。三、原因煙酒專賣局查緝私煙，處理失當，傷及民眾，引起群眾憤怒。四、結果軍民衝突，群眾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得不到滿意答覆。B 事件擴大。2月28日，台北市罷工、罷市，群眾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遭到衛兵射殺，爆發全島反抗政府和省籍衝突的事件。5、陳儀處置失當。一、改革台政，台灣各地領導人組織委員會，要求改革台政。二、武力鎮壓，陳儀以台人叛亂為由，要求中央政府派軍來台鎮壓。善後，近年來，政府採取一連串的善後措施，彌平228事件的傷痕。中央政府遷台後的政治發展。國民政府的遷台時間1949年，民國38年。原因一、國共戰爭，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發動內戰，政府命令動員戡亂。二、內戰結束，1949年，民國38年，共軍佔領中國大陸，蔣中正總統引退。三、政府遷台。1949年底，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1950年，民國39年，蔣中正復行總統職務。四、改革，鞏固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基地，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改革。戒嚴時代。五、時間1949年5月，民國38年。六、執行單位，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七、目的，維護治安。八、內容。一、
台灣本島限制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2. 金門、馬祖地區 A 行政劃入戰地政務實驗區，實施軍事管理。B 社會限制住民的自由和參政權。C 軍事成年男子編為自衛隊，支援國軍作戰。9. 解除戒嚴。1. 原因：1970年代、民國60年代，社會運動興起，要求解決戒嚴，回歸憲政。2. 解除戒嚴令。A 時間：1987年，民國76年。B 人物：蔣經國總統。C 政策：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3.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A 時間：1988年，民國77年。B 人物：李登輝總統。C 政策：A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B 修訂憲法，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C 實施省市長、總統直接民選。D 影響，開啟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新頁。地方自治。地方自治的推動。1時間：1946年，民國35年。2內容。1. 直接民選，鄉、鎮、區民代表，村、里長。2. 間接民選，設立省、縣參議會，省議員間接選舉產生。地方自治的擴大。3時間：1950年，民國39年；1954年，民國43年。4內容。1. 1950年，民國39年，縣、市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均直接民選。2. 1954年，民國43年，省議員直接民選，但省主席維持官派。地方自治的落實。5. 改革呼聲。
一、時間1970年代，民國60年代。二、內容：省長民選，地方自治法制化。六、改革。一、時間1994年，民國83年。二、內容：A 立法，省縣自治法，直轄市自治法完成立法。B 選舉，第一屆省、市長選舉。總統直選，間接選舉，第一屆至第八屆總統，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直接民選。一、法源，1995年，民國84年，國民大會通過總統、副總統直接民選辦法。二、外在壓力，中共的民工武嚇。三、結果，1996年，民國85年，台灣人選出李登輝，連戰為第9任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外交與兩岸關係。外交，鞏固外交，1949至1971，民國39年至60年。一、外交重點，致力爭取友邦，謀求確保台灣，光復大陸。二、外交成就，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時間1954年，民國43年。二、原因1950年，民國39年，韓戰爆發，為阻止共產勢力擴張，美國派第7艦隊協防台灣。三、內容：美國提供台灣軍事、經濟援助。四、結果，台灣成為西太平洋區域反共防線的一環。彈性外交1970至1988，民國60年至77年。三、外交處境，面臨國際孤立。一、退出聯合國。A 時間
1971年，民國60年。B 原因，聯合國接納中共入會，我國宣布退出。C 影響，台灣友邦紛紛改變立場。2. 中日斷交。A 時間，1972年，民國61年。B 日本承認中共。C 影響，其他國家陸續跟進。3. 中美斷交。A 時間，1979年，民國68年。B 美國承認中共。C 影響，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除。4. 外交政策。1. 致力與無邦交國家發展經濟、貿易、文化、科技等實質關係。2. 維持我國在國際組織的會籍和權利。3. 鞏固既有的邦交國家。4. 積極參加或舉辦各種國際會議。5. 鼓勵各種民間國際交流。務實外交。1988 tilde， 民國77年 tilde。5. 外交理念。1. 不再堅持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2. 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國家。3. 以經濟實力打破中共的外交封鎖。4. 確保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6. 外交工作。1. 加強與友邦的雙邊關係。2. 提升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3. 廣泛參加國際組織和活動。兩岸關係。軍事對抗1949至1979，民國38年至68年。1. 中共。1. 目標，武力攻取台灣。2. 戰役。A1950年，民國38年，金門古寧頭戰役。B1958年，民國47年，金門823炮戰。2. 我方，
固守還擊，不使共軍越雷池一步。和平對峙1979tilde，民國68年tilde。3中共。1. 目標：和平統戰。2. 口號 A 倡議三通四流 A 三通，兩岸通郵、通商、通航 B 四流，兩岸經濟、文化、科技、體育交流 B 發表和平統一方針，提出一國兩制模式 C 警告不放棄武力統一。4我方。1. 初期 A 反制，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準則。B 回應，提出不談判、不接觸、不妥協的三不政策。2. 解決戒嚴後大於務實作法。A 1987年，民國76年，開放兩岸探親、文化交流、間接貿易。B 1990年，民國79年，政府設立機構負責大陸事務。A 總統府、國家統一委員會。B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C 統一政策。A 依據國家統一綱領1991年。民國80年。B 方式交流互惠、互信合作、協商溝通。D 結果中共堅持一國兩制主張，兩岸關係未有突破性進展。Top。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經濟、文教與社會。經濟發展。土地改革。原因：台灣農地地租偏高，田農權益缺乏保障。目標：照顧多數田農，達到農地農有、農耕、農享。改革措施。1. 375減租。2. 公地放零。3. 耕者有其田。
4. 農地重劃。結果。5. 提高農地生產。6. 改善農民生活。7. 促進農村經濟繁榮。8. 帶動工商業的發展。興建計劃。時間：1953年，民國42年，政府連續實施6期的4年經濟建設計劃。前3期經濟建設計劃。1政策目標，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1. 農業，提高農業生產。2. 工業，扶植國內工業，增加生產，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結果，1963年，民國52年，工業產值超過農業大於世界上以農業帶動經濟起飛的先例。後3期經濟建設計劃。3政策目標，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4方法。1. 獎勵民間中小企業投資。2. 鼓勵出口。3. 設置加工出口區。5結果。1. 經濟快速成長。A 中小企業蓬勃發展。B 對外貿易長期持續成長和出超。2. 物價相當穩定。6影響。1. 台灣譽為經濟發展的奇蹟。2. 台灣躋身亞洲4小龍之列。4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南韓。7提前結束。1. 時間：1975年，民國64年。2. 原因：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3. 結果：提前結束第6期4年經建計劃。6年經濟建設計劃。4. 時間：1973年，民國62年。5.
發展重點，建立重化工業，加強農村建設。重大建設，十大建設。一時間，1973年，民國62年。二推動者，行政院長蔣經國。三建設內容。一、興建核能電廠。二、南北高速公路。三、台中港。四、蘇澳港。五、北迴鐵路。六、石油化學工業，中油。七、大煉鋼廠，中鋼。八、大造船廠，中船。九、鐵路電氣化。十、桃園國際機場。12項建設。四時間，1979年，民國68年。五內容，交通、工業、農業、文化等。14項建設。1984年，民國73年，推動。國家建設6年計劃。六時間，1990年，民國79年。七種目標，重建經濟社會秩序，謀求全面平衡發展。八建設方向，台灣成為西太平洋金融、交通、科技重鎮。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時間：1984年，民國73年。經濟自由化。一目標，對外貿易、金融、產業經營的自由化。二作法。一、解除進口管制。二、降低關稅稅率。三、取消銀行利率的管制。四、放寬外匯管制。五、開放民間設立銀行。六、推動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國際化。三作法。一、放寬外國公司在台投資。二、
設立台灣境外轉運中心。3. 新台幣國際化。4. 籌設亞太轉運中心。4. 目的，台灣成為亞太地區的運輸、金融、資訊的重鎮。教育與文化。教育，國民教育。1. 教育目的，三民主義教育政策，教育機會均等原則。2. 義務教育的推動。1. 起源，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已有義務教育。2. 6年國民教育，政府遷台，繼續推動國民義務教育，修業6年。民國39學年度，入學率 80%。民國55學年度，入學率 97%。3. 9年國民教育。時間1968年，民國57年。內容，延長義務教育修業年限為9年。是目的，提高國民教育素質。4. 教育發展重點。改善教學環境和設備。均衡城鄉教育水準。C. 研發新教材教法。中等教育。3. 初期，偏重普通中學。4. 9年國民教育實施後，偏重職業教育。1. 原因，配合經濟建設之需。2. 高職生大量增加。56學年度，高中、高職學生數約為6:4。70學年度，高中、高職學生數約為3:7。3. 職業教育取向。初期，農業學校學生居多數。1960年代、民國50年代，商業學校居多數。1970年代中期，民國60年代，工業學校居多數。4. 職業教育成效，配合經濟發展，培育基層技術人才。5. 近年來，為延長國民教育預作準備，
開放高中增班撤校限制。高等教育。6初期，針對日本遺留的高等教育設施進行改革，增收學生。7發展高等教育。1時間：1960年代，民國50年代。2原因：配合經濟建設之需。3結果：增設公、私大專院校。4成長情況。A 39學年度，7所大專院校，學生6500人。B 83學年度，120所大專院校，學生50萬人。文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時間：1967年，民國56年。2機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3職責：發揚中華固有文化。4更名。1時間：1991年，民國80年。2更名：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3增加職責：從事台、澎、金、馬地區鄉土文化的研究和推廣。文化建設。5文化建設受重視。1時間：1979年，民國68年。2內容：文化建設列為12項建設之一。6文化專責機構的成立。1時間：1981年，民國70年。2機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7文化建設成果。1各縣市成立文化中心。2文化資產的維護和保存。3興建國家劇院、音樂廳、自然科學博物館、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4
各縣市展開地方志的編纂。5. 定期舉辦藝文、民俗文化活動。社會變遷。人口變遷。戰後初期台灣人口激增。一原因，中國大陸動亂，各省人士遷徙來台。二結果，台灣人口由610萬人增加到750萬人。人口成長率的下降。三原因。一、社會、經濟發展影響。二、政府推行家庭計劃。四結果，1970年代、民國60年代起，台灣人口成長率下降。五目前總人口數2100萬人。族群問題。六台灣族群關係，族群隔閡大於族群融合。七原因，長期的相處和通婚。社會福利。初期，偏重經濟發展，社會立法未能滿足社會變遷。社會福利法制的推動。一時間，1971年，民國60年。二內容。一、保護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的法律。二、就業輔導、職業訓練、社會救助等相關法律。社會安全制度。三、社會安全制度的推動。一、時間1950年，民國39年起。二、內容：勞工保險、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農民健康保險。四、社會安全制度的完備。一、時間1995年，民國84年。二、內容：全民健康保險。多元化社會。形成原因。一、經濟高度成長，台灣由半農半工社會轉為工商社會。二、教育普及及社會開放，職業、社團、思想、價值觀念均呈現多元化現象。多元化社會的意義。三、有助台灣社會的融合。四、促進台灣政治民主化。Top。
未來展望，落實民主法治，推動經濟自由化和國際化，推動務實外交與鞏固國防，建立兩岸正常關係。http://users.mksh.ep.edu.tw/teachingweb/djq帝品陷品為抗元國王父為余元英總暗提千分之草莽定千分之龍千分之罪女赤千分之分撇千分之坤啤正千分之葉為曾千分之變珠千分之制千分之子屌號舊皮咬千分之舊主叫虎射岸景千分之讓農賊批求星不如千分之善意義千分之陷張豪農富牽陷葵陰地浪園門口靈熱陷然猶豫抱響而響千分之烏撈雷雲如元龍最讚親邊剃甲與沙雲如親邊小虎戀背赤角含